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作連理枝。我不是捨你而去，只是先行一步。原本雙方可以白頭到老係一件好浪漫嘅事，但面對生離死別嘅時候，仍然顯得十分單薄無力。2025年6月23號下晝約5時，一名男子由柯士甸道同崇山道交界一大廈天台墮樓身亡，死況慘烈。墮樓期間撞向路面指示牌，導致身首異處。警方經調查後證實，死者為資深藝人雪梨嘅丈夫，前邵氏著名導演同埋武術指導唐佳。據了解，唐佳跟太太雪梨同兒子同住佐敦一單位。最近雪梨因患胰臟癌，目前留院接受治療。早前，唐佳向兒子表示唔開心，希望同雪梨一同死去。有指唐佳原定6月23號到律師樓簽遺囑，並且警方冇檢獲遺書，而因雪梨病重導致情緒失控而輕生。6月24號早上9點左右，一男3女親友到葵涌殮房辦理認屍手續，逗留大約1小時後，匆匆乘車離開。未有透露重病中嘅雪梨係咪得知唐佳自殺嘅噩耗。唐佳同雪梨結婚56年，二人育有2子，婚後一直相處恩愛。唐佳對太太十分痴情，經常會陪伴太太開工，而且每次亦都會細心帶備湯水、食物俾雪梨隨時享用。曾經雪梨拍攝外景，唐佳願意喺街上企足3小時等候。鐵漢柔情嘅唐佳曾經取笑自己係阿四，而雪梨甜笑表示對方係自己嘅保鏢、經理人阿四，但自己仲係稱呼對方老公。出生於1937年1月7號，唐佳原名黃唐，係活躍於60至70年代嘅香港著名武術指導。早年喺澳門生活，父親為海員，母親則為碼頭搬運工人。唐佳有9兄弟姊妹，為家中長子。13歲起於獅打口招商局碼頭嘅媽閣廟打工，後來認識咗附近戲棚嘅一位布景師傅，後獲介紹嚟自香港戲班嘅助理郭五，得到機會喺清平戲院做小工。不久後跟隨郭五到香港發展，初時喺陳錦棠劇團打雜，其後被陳賞識，開始能夠擔任跑龍套演員，為時3年。隨後跟隨袁小田學藝，分別喺舞台同電影擔任武術指導。早年師承袁小田，唐佳於1960年代起同劉家良同為著名導演張徹嘅御用武術指導。香港早年嘅武術指導分為2個派系，南派強調動作剛猛、硬橋硬馬，注重實戰性，而劉家良就屬於南派。北派強調動作迅捷、瀟灑。1966年，唐佳及劉家良為羅次執導，擔任女黑俠木蘭花嘅武術指導。當年嘅主演被譽為甜妹妹嘅雪梨，因此粵語片一炮而紅，更成為代表作。喺拍攝女黑俠木蘭花時，雪梨留意到唐佳唔單止工作認真專業，而且又唔會口花花，甚至同女仔傾偈時會臉紅，便認為對方係極品嘅好男人，於是主動追求。1967年，張徹執導《獨臂刀》大受歡迎，同時亦成為張徹嘅成名之作。該片強調一臂無情，一刀制敵，奠定咗香港武俠片嘅全新格局，亦係第一部新式嘅武俠片。舊式嘅武俠片就係黃飛鴻嗰啲以拳腳功夫為主，甚少殺戮。而唐佳同劉家良同為獨臂刀嘅武術指導。隔江流，此鄉愁，名列魂魄長杆定風波，紅塵自我黃泉筆墨前世無情色。1976年，唐佳擔任楚原導演嘅《天涯明月刀》同《流星蝴蝶劍》更係影史經典。《天涯明月刀》中，唐佳將傅紅雪嘅刀身設計可以360度無死角發射暗器，連原著古龍親到後都驚嘆不已。孔雀翎到底在哪裡？喺《流星蝴蝶劍》中，唐佳最終將劍法如流星疾飛，身法若蝴蝶輕盈嘅意境具象化，其劍招利落，影響後世無數武俠電影。1980年代，唐佳亦都當上導演，佢執導過3部作品：《少林傳人》、《
三廠少林及洪拳大師。雖然軍事功夫佳作，可惜武俠片巔峰期已過，票房未有掀起波瀾。1980年代末，唐佳淡出影視圈，並移民加拿大生活。1990年初，因為家人不適應當地生活，回流香港，繼續享受退休生活。2000年至今，唐佳再冇新作，一代傳奇武指正式金盆洗手。雪梨出生於1945年9月27日，本名洪雪梨，生於湖北，香港資深女演員。1962年，雪梨以香港粵語片演員身份出道，出道即巔峰，係粵語片裏面嘅首席武打女星，有甜妹妹之稱。1966年，因女黑俠木蘭花結緣唐佳，墮入愛河後，於1969年結婚後息影，直至1997年復出，並加入無線電視到2020年。雪梨於加入無線電視期間，因為年齡漸長，大多出演母親同埋奶奶嘅角色。多部電視劇中仍然備受觀眾喜愛，例如《天地豪情》嘅微衣、難兄難弟之神探李奇嘅黑玫瑰、創世紀嘅李碧珍、美味情緣嘅夏桑菊、棟篤神探嘅劉並蒂、我的野蠻奶奶嘅綾羅慧卿、鐵血保鏢嘅鄭秀萍、古靈偵探同埋古靈偵探 B 嘅張木蘭、絕代雙驕嘅夏青青、九江十二方嘅宋美琴，以及《On Call 36小時2》嘅夏冬梅，一個個角色雖然唔係主演，仍留低深刻印象。2013年，雪梨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榮獲無線電視所頒發嘅傑出演員大獎，肯定及嘉許佢喺演藝圈中嘅貢獻及付出。2020年5月離開無線，結束同無線電視23年之賓主關係，並宣布息影。當年身為武師嘅唐佳同雪梨交往，後來二人奉子成婚，再移居加拿大，兩人育有兩子，一家四口幸福生活。直到二子長大後，雪梨決定復出演員。唐佳因為雪梨耳疾，經常陪伴左右，以防工作期間雪梨聽唔到對方叫喚自己，係名副其實稱職的跟得老公、保鏢同阿四。即使結婚超過50年，二人情比金堅。雪梨曾於受訪時表示自己性格好野蠻，好在得到寵愛佢嘅另一半。唐佳每次爭拗時總係讓步，使二人婚姻能夠得以維持。二人一直係圈中嘅模範夫妻，深得後輩敬重。林海欣同雪梨亦都曾經喺無線劇集《食腦喪 B》合作，該片亦都係雪梨嘅告別作。對於同雪梨形影不離嘅丈夫唐佳離世，林海欣話聽到呢個消息好惋惜。以前拍《食腦喪 B》嘅時候，點都會見到佳哥，無論幾夜都會等雪梨姐，望住佢哋，感覺係近距離感受愛情。佳哥喺我心中係柔情鐵漢。陳敏之亦都喺 IG 限時動態寫上：佳哥一路好走，記得每次拍劇，你永遠陪住雪梨姐入化妝間，親切嘅笑容，對後輩親切嘅問候，你哋嘅恩愛永遠留喺大家心中。胡定欣亦都有貼文，腦海有無數喺化妝間錄影廠，佳哥窩心陪伴住雪梨姐開工，出雙入對甜蜜嘅畫面。佳哥願你安息，一路走好。生老病死實屬常事，即使與最愛之人白頭到老，亦無可避免。唐佳雪梨相愛56載，已然成為人人口中嘅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近期雪梨罹患胰臟癌，需要長期住院接受治療。唐佳因此情緒低落，不堪妻子長期受到病痛嘅折磨，更曾向家人透露感到唔開心。面對離別嘅來臨，最終唐佳選擇先行一步。死者已矣，大家亦無需執着意欲為何，或者只係愛得越深，越不能接受即將分離嘅痛苦，故此萌生輕生嘅念頭。唐佳享年88歲，香港資深武術指導，同雪梨相愛56年，讓我們將佢永遠定格喺呢張相片中。